喂，阿三啊，點解近排成日約你打波，你都唔出嚟嘅？唉，除非你約我凌晨去打波啦。嚇、要照顧小朋友呢，真係要時間嘅，特別係佢哋頭暈身興嗰陣啊，好攰㗎。唉，你幾多個小朋友啊？一個啦。一個小朋友都咁辛苦啊？咁唔知要照顧7個小朋友嘅家庭會係點嘅呢？ 7個小朋友唔係講笑啊嘛！我想問下在座各位有冇人有7個小朋友㗎？冇啦，不過話俾你聽，我識得有個家庭真係有7個小朋友㗎。就喺舊年啫嘛，有一個家庭一家9口咧，竟然係同一時間咧洗禮咧加入我哋嘅教會喎，係咪好犀利啊？不如咁啊，唔知點解佢哋經歷咗啲咩咧，令到佢哋咧全家人咧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決定。我就將時間咧交俾呢個家庭嘅媽咪阿 Mandy 同大家分享下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唔該 Mandy。大家好，我係 Mandy，7個孩子嘅媽咪。成日有人好奇問我呢，點樣可以教咁多個仔女？咁我點答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將個要求降低啲就得㗎啦。咁講翻我自己啦，我細個呢，由細到大都喺基督教學校讀書嘅。咁不過呢，屋企係好傳統嘅，媽咪係潮州人。細個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同我講㗎啦，佢話千祈唔好信耶穌。咁但係後來咧，大個咗去美國讀書，咁啊開始接觸唔同嘅宗教啦。咁最吸引到我就係禪宗個明心見性呢個智慧。不過後來結咗婚，翻香港做生意咧，我又跟翻傳統嘅潮州嘅習俗，就係年頭拜神拜到年尾。成日都覺得咧，健康啊、生意啊，都係要靠即係拜神先拜得到翻嚟。成日都講咩拜得神多就有神庇佑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由細到大咧，我填寫宗教嗰欄咧，我都係寫冇嘅，因為咧我嘅宗教咧其實係叫做炒埋一碟，我都唔識點講，因為係佛啦、儒道密法樣樣都有齊。仲曾經咧為咗從小培養咧我7個仔女嘅價值觀啦，咁我就自製一個將士家訓俾佢哋，希望佢哋由細到大就背誦下啦。咁但係真正嘅考驗咧係響2022年嘅11月。當時我個二女咧 Ella， 佢有個先天病，咁啊突然病發。咁原本佢9歲嘅時候發病，係諗住等佢18歲嘅時候先至做手術。但係去到16歲嘅時候等唔切啦，病發啦。咁醫生嗰陣時講話要盡快排期做手術。咁透過我呢個咁嘅混合信仰啦，我好心急。當其時就揾各種唔同嘅力量，包括做咩呢？算命啦、睇風水啦、打坐、冥想，但係其實做咗咁多啲嘢呢，我都知道根本都解決唔到一個阿媽嘅擔心同埋恐懼。直到神第一次敲門，我仲記得嗰日係冬至嘅前一日，我手機突然間彈出一個阿 Jane send 嚟嘅 WhatsApp。阿 Jane 係我工作上認識嘅前輩，平時除咗工作呢，好少同佢聯絡，但係嗰日佢無端端 send 咗一段經文俾我。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將使你得安息。經文又話：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向我學習。我睇到呢一句嘅時候呢，唔知點解突然間個心係揦住嗰一刻係突然間放咗出嚟，然後就喊得好犀利。但係奇怪嘅係，我從來冇同阿 Jane 講話我女入咗醫院，點解佢會喺嗰個時間 send 經文俾我呢？後來喺阿 Jane 再三邀請之下，我勉強答應返教會啦。時間跳到去2023年嘅2月，神第2次向我敲門。當時我個女病情好反覆，我好心急，再次請風水師上門睇風水。咁當要搬啲書櫃啊、啲乜嘢台凳嘅時候呢，就突然間有張書籤跌咗出嚟。上面印住《傳道書》第3章1至8節。我執起張書籤，寫住生有時，死有時。當時望一望，心諗：哇！呢張書籤20年都有咯。但我禮手就將佢抌咗落垃圾桶。但神冇放棄我。2日後係星期日，我哋要返主日學。
我同老公本來打算最後一次返教會，純粹俾面阿 Jane， 之後諗住同佢攤牌㗎啦，唔返㗎啦。但係點知喺信仰班入面呢，突然間有個姊妹邀請我讀經喎。我一望個經文，成個人呆咗，因為我要讀嘅經文呢，就竟然係我要抌嗰張書籤，全部係一模一樣，一字不漏。嗰刻我開始懷疑神其實係咪要同我講呢？但係我塞住咗耳仔嘅話，我會唔會連我最需要嘅恩典都冇埋？嗰一刻，我同我老公互望一眼，唔使講，我哋都知道呢間教會我哋要繼續返㗎啦。去到2023年5月29號，我經歷咗人生最漫長同最恐懼嘅一日，亦都係嗰一日，神第3次同我敲門。因為喺個女做完手術之後，喺醫院住咗7日，但係情況一直都冇好轉到。醫生原本約好咗下晝4點半嚟同我傾下阿女嘅情況，點知佢突然間提早3點半，就係呢個突然提早，意外咁救咗我女一命。我仲記得嗰陣時醫生同我講：阿張太又唔使擔心，手術咧需要重做嘅機會唔大㗎。就係嗰刻嗰句説話都未講完。當時坐喺輪椅嘅 Ella， 本來喺度等人哋推佢出去電腦房嗰度做掃描，但係點知佢突然間暈倒，佢昏迷咗幾秒，佢一擘大眼，啲血就開始喺個口度流出嚟，之後再多一下，嗰一刻啲血就開始好似湧泉咁，一發不可收拾。當時失血之多呢，我係知道我係會隨時睇住我女就咁冇咗。但我心諗我做錯咗啲乜嘢呢？16年之前我帶個女嚟到呢個世界，但原來當面對生死存亡嗰一刻，我係乜嘢都做唔到。以前禪宗話萬法皆空，但係阿女而家嘅血嘔到成床成地都係，仲喺度吐緊，每一滴都咁真實。我細個咩神都拜過，但係而家乜嘢神都諗唔起，我淨係諗起最大嘅上帝天父呢4個字。但係可惜，我係連一句禱文我都講唔出。我驚到手震震咁，打電話俾阿 Jane， 同阿 Jane 講：Ella 吐血，好多血，求下你幫我哋祈禱。喺 Ella 命懸一線嘅時候，好多教會嘅人，甚至乎係未見過素未謀面嘅人都幫我哋代禱。我體會到神係冇用轟天動地嘅方式去同我哋講嘢，佢係透過教會將福音、將恩典送到去我哋面前。後來醫生同我哋講，今次係不幸中之大幸，仲要一次過中晒3個奇蹟。第一個奇蹟就係，如果照原定4點半醫生嚟睇佢嘅話，嗰陣時個女俾人哋送咗去電腦室度做掃描，佢入到去先嘔血嘅話呢，根本係冇人救得到佢。第二個奇蹟就係，原本3點半嘅時候係全個醫院最 top 嘅教授同埋成個醫生團隊，佢哋準備開會，所以佢哋個個人都喺晒度。當其時係6個醫生一齊幫阿女搶救。第三個奇蹟就係，醫院經常話血庫不足，但係嗰日4包血就咁啱整整齊齊咁等緊佢。醫生話真係好好彩，但我知呢個唔係好彩，呢個就係傳道書所講嘅萬事都有定時，連搶救嘅時間表都係由天父親自定製。呢一場苦難徹底打碎咗我過去嘅信仰拼圖。而最奇妙嘅係，神連我呢啲咁小信嘅人佢都接納。記得 Ella 仲喺 ICU 嗰日，我第一次嘗試用毛筆寫低禱告，但係墨水都未乾，我手機就震啦。Ella WhatsApp 我，係媽咪啊，醫生話一陣間可以插胃喉啦。呢個唔係巧合，唔係心理作用，係神清清楚楚咁回應我哋嘅禱告。
生高低得失總有時，就像喜樂有時，哀慟有時，如何看透這萬物意思？尋覓裏，陶造裏是你給我意義，在你千年如已過的昨日，猶如夜間的一剎，勞苦勁跨活到780歲，成功如塵土，轉眼逝去。當我迷途失望自棄過，但你仍然記得我。曠野孤單險境困憂，幸有耶穌在我心頭，教我忘記背後，重拾力氣，振翅再高飛。因你無條件接納我，今我再也不枉過。創世的光如詩如歌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，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。人生高低得失總有時，就像喜樂有時，哀慟有時，如何看透這萬物意思？尋覓裏，陶造裏是你給我意義，在你千年如已過的昨日，猶如夜間的一剎，勞苦勁跨活到780歲，成功如塵土，轉眼逝去。當我迷途失望自棄過，但你仍然記得我。曠野孤單險境困憂，幸有耶穌在我心頭，教我忘記背後，重拾力氣，振翅再高飛。因你無條件接納我，今我再也不枉過。創世的光如詩如歌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，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。當我迷途失望自棄過，但你仍然記得我。曠野孤單險境困憂，幸有耶穌在我心頭，教我忘記背後，重拾力氣，振翅再高飛。因你無條件接納我，今我再也不枉過。創世的光如詩如歌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，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。創世的光如詩如歌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，聖靈猶如鴿子般
牽引我。呢場風暴亦都改寫咗我哋成個家庭信仰嘅 DNA。而家睇翻轉頭，最震撼嘅唔單止係 Ella 嘅康復，仲有係7個仔女信仰嘅蛻變。以前初一15裝香，盂蘭節燒衣，而家星期日全家返教會，飯前仔女7把聲一齊感謝天父。仲記得 Ella 出院嗰晚，全家人圍埋一齊，啲仔女仲扮牧師按手，感謝耶穌醫好二家姐。呢個畫面話俾我聽，教會俾我哋嘅唔單止係信仰，仲要係一個完整嘅支持網絡。而家先知咩叫教養嘅平安，唔係靠小椅子嚟到交換，而係知道佢哋人生有神睇住。而信仰嘅改變就好似一粒種子咁，唔單止喺7個仔女入面生根，仲好意外咁進一步拉近咗我同阿媽之間嘅距離。最近有一次，阿媽問起我生意嘅情況，因為公司轉型過程複雜，我冇解釋咁多。然後阿媽話：我會向佛祖祈求，等你樣樣都順順利利。嗰刻我毫不猶豫同阿媽講：阿媽，而家呢，我淨係求上帝同埋耶穌嘅咋。點知佢話：我求耶穌都得㗎，耶穌同佛祖都有偈傾㗎。我忍唔住笑咗出嚟。嗰一刻我冇研究阿媽嘅邏輯，但喺笑聲入面其實藏住好深嘅感動，因為佢唔單止冇反對，仲用佢嘅方式嚟接納我嘅信仰。原來阿媽嘅愛同上帝嘅愛都係一樣，都係一脈相承。曾經我會用盡自己嘅方法，覺得教養仔女呢係一定要靠自己嘅堅持。但係而家我明白，細路仔原本就係神俾我哋暫時保管嘅禮物，但係佢哋嘅生命呢，始終都係喺神手中。我哋唔需要做完美嘅父母，因為神已經為我哋準備完美嘅工具。神其實一早就為我哋準備好晒所有嘢，唔係叫我哋要 hea 做或者放棄，而係要我哋學習點樣用神嘅力量去托住我哋全家。大家仲記唔記得開頭我同大家講，我對仔女嘅要求要好低啊？但係聖經話俾我聽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這裏來。呢句經文曾經喺我最無助嘅時候，透過一個 WhatsApp 溫柔咁敲響咗我嘅心門。我由掉走書籤到捉住恩典，我由滿天神佛到遇見基督、遇見教會。神冇嫌棄過我哋嘅起點，佢只係在乎我有冇願意轉向佢。所以今日我好高興同大家喺度做個分享，因為當日我做一個決定，就係謙卑柔軟咗自己嘅心。因為當心柔軟落嚟嘅時候，我就能夠謙卑咁感受到上帝嘅愛原來一直都在。多謝大家。